继续来看群创、群创这间光电科技大厂，讲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处长，甲供应商、甲客户有婚外情，毋是卡达相船尔，是卡达甲6只船遮尔多。上互人想无的是，这个处长本身家己伫个面册来公开伊婚外情的过程。 为什么会安尼做呢？听讲可能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伊的太太的要求，爱伊公开来认错，也若无就要同归于尽；另外是这个小六的翁婿唔甘愿做乌龟，去找乌道来甲修理，所以伊才会甲代志来公开。 群创南科厂路口草木青林厅，却传出有人唔甘愿做开。内部已经结婚某一个处长，伫咧面册家己野了家己，因为供应商含客户愿意用肉体交换利息，唔若含一个利言有查某囝的3号太太咧斗爱穿 cosplay， 佮双脚搭坐船去高调有翁2个囝的4号太太。 利用台中开会食饭，耍2天1暝，目半工去含一个结婚5岁太太偷来暗去。开房间的代志，佮传出6号太太竟然家己公开食亲，传出大宝要求公开认错，暗算搞死弟佮嘛无命。另外一个讲法是6号太太做乌龟翁婿，去甲找乌道处理，这惊甲憋代志。闹出这么大的风波，群创拄好宣布17号股市暂停交易。廖总讲是偷袭纠纷害的关门避风头，认为正式是为了减租。不过公司高层嘛发内部信件，讲这个同事有真正上过，伫咧8月17，甲公司讲，因为私人的代志，互公司的名声臭臭去，感觉真歹势，向公司主动辞掉，点心嘛温存。公司提供必要的资商服务，协助未来可能面对压力和挑战，迈向全体同事保证结婚未受影响。不过影响的是外界观感。 像是那种设备经理啊，你有那种权利，因为你公司如果是有大单给人家的话，厂商如果给的更多东西的话，他就会比较有意愿去帮人家去写说A 厂商比较好啊，B 厂商比较不好之类的。那可能公司就会因为他的 comment 去对 A 厂商下单，那 A 厂商就会拿到比较大的单。A 公司的话不一定表面上比较好，它有可能是业务，它私底下有收受一些回扣，或者是给一些比较多的私底下的一些钱。不止在科技啊，像药厂一些也是有听说过了。 公司一定有规定，就是不能收回扣，那不能收，比如说多少钱以上的利，这个我想公司一定都会有严格的规范。然后上班你当然公事公办啊，要拜访、要登记啊，进来要换识别证啊，你的机密文件、全部会议资料，全部都是要跟公司就是登记跟报告的。但是下了班之后。 认识的厂商，大家吃个饭，也就是套交情了，它就变成一个灰色地带。做业务的人面保在调伫短时间内建设，就有人想空想芳行歹路，想要冲关业绩变生理，就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